蕭時又被爆戀情，新年被戀徐仁國。新年被戀徐仁國，佢哋點識㗎？前年 Yuli 同徐仁國拍電影《速水花美男》嗰陣，介紹新年俾徐仁國識㗎。佢哋咪好自然咁由朋友發展到戀人關係咯。韓國尋日先傳出消息啫嘛，有咩證據先？有相關人士話，有人喺上個月見到新年去首爾綜合醫院探當時住院嘅徐仁國，仲透露二人感情穩定添。我唔會信嘅，你聽住啦，因為新年所屬嘅 SM 事務所話問過當事人，已經確認佢哋唔係戀人關係啊，而徐仁國方面都否認戀情啊。咁咪好咯，你唔使又失戀一次啦。蘋果請你如入無人之境，直擊 Eason 蘋果 Facebook 問診大會，問到 Eason 落花流水。有咩想問，我會無條件咁答你。